日同大家試玩一個叫 SME Post 嘅品牌 DNA 產生器，只要貼上網址，例如 SMEpost.io， 撳藍色掣就可以開始。大概需要等1分鐘左右，系統就會自動幫你對取同品牌相關嘅資料。趁系統分析緊，順帶一提，新手啱啱開始搞網店或者做宣傳，有時真係唔知點寫文案同整圖。呢個平台其實有啲輔助工具，例如幫你將文字直接轉做 IG 輪播圖、整動態貼圖，或者俾啲寫貼文嘅靈感你。如果做 App 嘅朋友，佢哋仲有 App Store 截圖生成器，當係有個小助手幫輕下，等大家唔使下下由零開始摸索。好啦，出咗結果啦！系統自動整理好咗品牌嘅主色調同受眾定位，最實用係右邊呢段提示詞，你可以直接複製去 ChatGPT 或者 Gemini 用。咁下次叫 AI 幫手寫文案或者整圖嗰陣，風格就會統一啲啦。有需要嘅朋友可以參考下。